我伫刚到的时吼，这对虽然是加到，但是对这个民进党的一寡政治代志也是真关心。迄阵这个新界县呢，拄啊当选民进党的这个主席，我用写私人的感想啦，就是讲派系物件啦吼，所以我用这个私人对这个派系甲黄信介这款代志，私人的本质是要互这个内容吼，时代杂志发表啦，是讲。迄时代杂志吼，看这款诗可能无好啦。另方面，这个蔡友传吼我会甲摆大兄讲，这会引起这个派系紧张啦。第四全无发表啦，全无发表。时间久了吼，我想讲这个新界县咧有大度大量的人啦吼，袂看伤严重啦吼。我着这首诗我是用这个兄弟开口啦，这个较这个兄弟的用语啦吼，是用一个试探啦吼，这首诗叫老大的啦吼。了后，这个我伫这个有发表了后，等这个新界县的过身了后，一周年的纪念啦，迄阵是这个林鸿飞负责的啦，鸿飞兄嘛是即摆已经过身去吼。林鸿飞兄负责讲阿仁，你敢是有写一句黄信介的诗叫老大的？我讲有咧，伊讲敢袂使来甲念一下安尼啦吼。我是讲，即个面是我有咧甲念者，毋过无要紧，纪念就好啊。我就要去，去到这个要到会场时，拄着变讲，你要创啥？讲我要来甲新界县念诗啦。伊讲新界县就甲念诗，就41年啊，就要念诗。我毋是啦，是要甲新界县的念诗啦，毋是要甲念诗啦吼。这个笑话吼，即摆听我念这个老大的吼。